今日用1分鐘整出邊買幾十蚊一粒嘅杜拜朱古力麻薯。嗰個油脆又有啲煙煙韌韌。首先準備麵包絲，之後打開中細火，擺一嚿牛油落個鑊度，溶咗之後就加入麵包絲，炒到好似媽咪麵咁嘅色就得㗎啦。之後加入開心果醬，我自己就加入咗2款開心果醬，之後撈勻佢，將啲內餡分成6個球，送入雪櫃。準備棉花糖，喺個鑊入邊加入牛油，溶咗之後就可以加入棉花糖，之後加入可可粉，攪勻佢。準備一張牛油紙，將啱啱嘅嘢倒晒落去，攤凍15分鐘。攞返個內餡出嚟，將佢搓成一個波，喺容器入邊加入可可粉，將外皮攤開，包住個內餡，之後將嚿嘢擺入可可粉，完成。真係估唔到個皮可以拉到咁長，內餡超級無敵脆。好食啊，好味道啊，好嘢。